观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11月7日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因为东北季风影响，花莲昨雨湿了几天，第9线苏花公路清水路段昨暗9点外，土石放落来交通中断，好佳在无人受伤。公路总局嘛紧急封闭来抢修。现在的位置是在崇德管制站哈，因为那个台9-170那边。 它落实摊方，公务段指示在那个管制站这边，针对北上的车流是做一个管制，南下是没有做一个管制。受到昨大雨落几天的影响，第9线苏花公路170公里路段，伫昨暗9点半左右放山，车辆无法度通行。公路总局紧急封闭河中到中德路段，公务人员伫河中来抢修昨半暝啊12点左右，已经会使单线来通车了。 再来看台中市的小平路中，昨安排各中2年级学生到台南詹文青年活动中心录影3天。学生伫咧煮下暗顿的时阵驾驶管爆炸，造成11名学生受伤送病院，有4个人伤势较严重，佮住院治疗。 总管内驾驶路规个爆炸，消防人员伫咧查原因。台中市小平路中，拜四安排各中2年学生到台南詹文青年活动中心普华教学录影3天。伫第一暗煮暗顿时阵，突然间传出爆炸的声音，真侪学生因为闪袂赴受伤。目前就所有的后送患者呢，总共是11位。那患者呢，多为那个脸部 及那个手部的烧烫伤，现场是疑似那个瓦斯罐那个起火。台南市消防局接到报案时，派人到现场救护。初步看起来是驾驶路使用不当，可能是会员离驾驶路伤晚。公益啊，跟离炉火太近，公益啊。 小平路中讲，这边活动有480名各中2年的学生参加，发生意外有将侪学生惊到，受伤的11位学生内面有1个人伤势较严重，身躯10%面积有1度到2度的小烫伤。目前据了解是大概有1位还是2位稍微皮肤受的比较重一点的伤，但是其他的就是有喷到的啦，或者是有红肿的这样的。 那我们也希望孩子尽量给他们最好的服务，找最好的医生来为他们治疗，然后让他们尽快的恢复。台南市消防局讲，用这种管内驾驶路，离会员唔通伤晚，若无驾驶管可能会爆炸，所以伫咧买这种驾驶路的时阵，要特别注意，要买合格商品。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报纸新闻。联合报是指出，教育部昨公布109学年度大学理事的学士班招生名额的分配真侪顶尖的大学二类组的科系，明年考试分配名额是增加袂少。再来看《中国时报》，为了要鼓励民众使用无转化分段发票，行政院决定今年9月份到10月份的发票，新增加分段发票会使兑奖的500块的奖金，有40万组。另外，为12月7日开始发票兑奖的金额，本来2000块以下唔免课税，提悬到5000块以下就唔免课税。再来看《自由时报》，嘉义快取保非法基金188亿的案件，嘉义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因为负责任的翁仔某等3个人已经逃到中国，无法度审理，其他投资人30名被告拢判无罪。针对判决将检方是表示遗憾，嘛强调讲受到判决书了，一定会来上诉。 再来看2017年7月份，阳明山的永德大道发生阿门头放破车，伫咧落架的时阵无法度动小人煞去弄到22台汽车佮乌托邦，造成4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树林地检署调查发现，讲业者有甲汽车检验所来误洗，检方全台湾展开搜索约谈62个人，其中3个检验厂的业者，佮有1名验车黄牛受到刑压。 37夜对树林地检署行出来的涉案关系人，行真紧离开。大哥要不要讲一下？
树林地检署调查发生伫2017年永德大道南马控碰破车一重大意外。调查过程发现，肇事车已经有13档无手档啊，佫会当通过定期检验。后续佫查出，全台湾至少3间大检厂涉嫌收乌西，对南马控碰破车放水。30动员180名司法警察，伫北中南地区总共约谈62个人。那初步查获代检业者呢，跟代检黄牛挂钩。 针对26台的混凝土帮补车呢，有涉嫌篡改检验数据，以及以俗称的选手车冒验的相关事证。检方发现，部分碰破车因为伤老旧，以及法规的限制，一般上规的验车真歹过关。大检黄牛涉嫌交结乌西大验场的业者，佮甲碰破车的车主收6万至8万的大验费，关过市场行情至少100倍。台中市南马控碰破车工会理事长嘛真无奈，讲家己开上1000万，3个月前买一台新车，到单佮无法度上路，因为法规的问题，就要透过黄牛验车，才有法度挂牌。 你不找黄牛，你就是违规使用，没有办法保险啦。你不验车，时间超过以后，他就直接给你注销了啊。长宽高那个很难去做调整了啊，因为它已经改装过了，在这个部分所以让那些验这黄牛，他真的有利可图，他验没过，他就用这种方式来验过。 记者指出，南马控碰破车的车主有袂少人是贷款买车，为着顾生活，敢若当透过黄牛用 AB 车牌保验。好有主管机关依转发管理，管理单位是表示，今年车已经放定，将车辆的规格，即马的旧车透过认证，变经总重量了后，再搁进行验车，互车辆会当合法化。记者综合报道。 发票防偷领的事件最近是定定发生，财政部是表示今年已经启动电子化换奖的平台，建立防范的机制。若个出现有人诈领，真简单就会防领到，或者嘛提醒偷领上当爱关5档。 统一发票要换奖是愈来愈方便，1000块以下的奖金，敢若需要去超商就会当来换。毋过最近雪烧连续传出讲，有一寡人趁机会来偷领。中华地检署进前甲财政部合作，发现有嫌犯利用人头公司买真大量的2连息空的发票，后来则搁甲有得奖的号码竞出来，所以来拍假的交易项目甲金额，3档以来违法的收入已经要到1600万。这个呢，在以前在人工作业的时候是非常困难，但是我们这个平台资讯队长作为资讯化以后。 这个就很容易掌控得到。财政部表示，今年开始实体通路换奖的起点要到14000外间，而且增加网络换奖的 App， 提供24点钟的换奖服务。分段的发票实施了后，嘛有12亿3000万张。毋过，这寡嫌犯嘛趁机会来发大财，为着要预防假领、偷领的代志搁来发生，今年已经启动电子化的换奖平台，建立防备机制。学者嘛提醒民众，若是假领发票去用掠到，爱负刑事责任。 商业会计法则，你没有交货的事实而开立发票凭证的话，这个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啊。财政部强调，讲透过换奖的平台，可以当甲换奖人的身份证号码啊，佮相关的资料交叉分析比对。若是出现假领的车手，真简单，可以当甲伊掠出来，国库的损失嘛会当随讨回来。呼吁民众千万唔通冒险来做这种代志。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哦，今日继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各地早暗嘛是较凉冷，温度上低只有19到23度。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宜兰县的有局部大水雨，甚至会落超级大水雨。花莲县嘛有局部大雨，台东地区包括南屿、佮离岛哦，佮新北市的山区，嘛会落局部的大雨，爱特别注意。今仔下晡雨才会慢慢啊停。今仔除了北部、东部会落雨，其他地区佮外岛的平湖、金门佮马祖，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各地哦早暗嘛是较凉冷，所以观众朋友要出门会使加早一领外套。 再来看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黄正英哦，传出讲有人甲伊叫了。昨下晡，台北市长郭文哲伫市议会质询，有议员就问到这件代志，郭文哲嘛讲哦，已经要求双方来说明，嘛依照定序哦来减少两个人工作上的接触。啊，毋过哦，洪指控的当事人是政府的顾问刘嘉玲，伊是否认讲伊并无甲人叫了这款的代志。
台北市长郭台参加公开场合，边徛一位在头毛的女性，伊就是台北市府发言人王静莹。因为伫网络节目上知名度大增，佮被叫做学者。台北市议员张茂南伫一巡市府团队时，要求检讨回水平，王静莹是不是造负一场塑胶？如果有，我们就应该惩处；如果没有，就还公道嘛，就这么简单嘛。你要讲啊，你跟市长是讲哪些话呀？那时候我希望说，就是工作，因为工作上有一些可能不是摩擦啦或者不舒服的事情，我希望把工作隔离。当事人之一的王静莹并无在场，不过另外一位被指控台北市府顾问刘家仁上台强烈否认，市员刷入去问，是不是正是将王静莹请入办公室，佮将门关起来？刘家仁承认需要改进。我强烈抗议用性骚扰这3个字。我跟你讲，短短的那几10秒，就是让大家心生畏惧的地方。这个我必须要改进，也谢谢议员的指导。身为2人的上司，台北市长郭文泰表示，先将2人隔开。那大家如果有不喜欢就隔离嘛，就各干各的。然后第一点，当然是刚才汪王在讲说，那简单那就交给劳动局去调查就好了。如果只是这个空间上的问题，空间上就可以改善。我认为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有权利上的关系，那当然就是不一样。到底是不是有骚扰甚至性骚扰的事实，也阁需要进一步调查。不过根据法令规定，性骚扰案件应该以保密方式处理申诉，才袂让申诉人受到不利待遇。但是正是性骚扰案件，先伫议会公开王静莹身份，是不是妥当，也需要搁探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请假拼选举，无去市议会总预算报告。民进党佮国民党团伫议会嘛起冲突，两党拢有议员受伤送病院。开议时间还未到，高雄市民进党议员甲时代力量的议员甲主席台霸占条例，为互下晡排定的审查总预算，而且交付审查的议程顺利来进行，引起国民党议员的不满。民进党呛声讲，高雄市长韩国瑜若无到位，就要阻挡议事。两边党团拢加急动员，一边要互议程顺利来进行，另外一边要互对方来做。现场一直出现冲突，双方拢有人来受伤。国民党议员刘德林目尾受伤，送病院提5针；民进党议员林婉容是后头壳啊弄着涂骹，拿像脑震荡送病院来观察。议程原本定伫咧下晡3点开始，中2届协商嘛动用警察权，说嘛是无法度互议程顺利来进行。但台副市长叶匡时上台报告的时阵，佫出现另外一波冲突。高雄议场规下晡是吵乒乒，不过国民党落尾以多数的优势，敢若伫5分钟以内，就先讲互总预算交付审查，不过双方事尾拢讲对方使用暴力，才会造成即届的冲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世界遗产之的 Okinawa 首里城，昨透早熊熊烧起来，城内的正灯、北灯、佮南灯拢总有7栋拢烧了了，烧11点钟。有风声讲是有人食火引起的，也毋过警方表示目前正在调查。代表日本 Okinawa 历史的地标首里城，因为500年前才是琉球王国的所在地哦，有留着真精彩丰富的文化历史。伫个二战时阵，嘛捌火烧过一遍，中间了是正做日本世界遗产之一，咱做伙来了解。日本 Okinawa 首里城火灾高级乌有气，真使人唔甘。过来有学者嘛指出，咱台湾的高级管理者一般拢真欠缺消防意识，佮加上电线真老旧，所以发生火灾风险嘛是真悬。向火警的侦测器来吹消防，模拟环境温度无正常，手机 App 的警报就会做火来弹。进一步来看，就会当知影导火点的定位。国电高级林本源园地来清国捌发生过火灾，中间了同款是查做建筑。今年4月份罢了圣母院的火灾，互国际来关心，嘛引起管理单位的重视。5月份开始向文化资产局申请经费，到29月火警的侦测器，23个监视设备系统，若是讲发现到无正常，园方的管理人员、文资主管机关拢会当收到短信，还有电话通知。万尾若是伫咧半暝时阵发生火灾，就会当紧急来通报消防单位。
因为我们的探测器可以为它命名，那我们就可以知道那是哪一个楼层、哪个位置来做那个火灾的推波，那这样就可以更快、精准的找到起火点。这个系统最主要就是争取这个黄金的抢救灾的时间啊，减少它被火灾烧毁的一个几率。文化主管机关那台中文资局可能也会收到我们的通报啊，如果说我们没及时处理的话，他会来问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巴黎圣母伊甲 Okinawa 修理社拢来发生火灾，台湾今日嘛来发生这款的状况，学者认为这个风险是真悬，因为台湾真侪古迹拢是寺庙，普遍拢会面对着管理人员年龄层老化、防灾意识无够等等的问题，啊，不过偏偏有到智慧警示系统的文资建筑佫真少，受限于它是文化资产。所以就没有办法像我们新建的大楼放了很多智慧型的侦测设备、自动洒水设备，因为会破坏它的文化保存价值。像讲中华的鹿港凤山寺关帝庙、云林的北港朝天宫的后殿，拢捌发生过火灾。寺庙常常看的火源包括蜡烛、香、香炉、点香器等等。像讲伫咧台北的龙山寺，拄今年5月份开始，就全面禁止来点蜡烛，改换电子电火来代替。或者嘛建议寺庙除了爱做甲到暗时的时阵，甲香灭掉。会烧起来物件嘛，要尽量放伫古迹以外的仓库。其实根据古迹甲历史建筑消防救灾处理原则，古迹单位甲消防机关平常时在设定文物优先保护等等的抢救计划。啊，毋过敢有实际执行，佫是另外一回事。学者认为台湾爱积极督管里面来处理，万不珍贵的文资发生火灾，就是救袂倒转来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昨是西洋的万圣节，香港民众嘛挂面具，也是伫面伪装，为铜锣湾出发游行到南桂坊哦，抗议禁止互民法。也毋过游行才刚开始无偌久，香港的警察就警告民众讲游行是违法的，警方跟民众嘛爆发冲突。经过乌旗了随开城，香港街头又个出现规个拢是烟味催泪弹。反送中民众311迄天戴面具变装，用庆祝万圣节的方式抗议禁互民法，结果港警武力驱赶，现场混乱。装作委外嘅或者小偷啊，甚至是小熊维尼，也个习惯平。民众挑工伫咧万圣节发动游行，用各种装扮，考试港府嘅禁互民法有偌喊过。今日 Halloween 應該正常咧，就有好多好似我咁嘅人出嚟嘅，但係今日我見行咗出嚟咧，我見得好少好少。因為舊年出嚟咧，我係見到好多人都係咁樣變晒，即係可能好多裝扮出嚟嘅。但係今日我見得太少啦，可能即係呢個無變法之後影響咗佢啲人嘅心情嘅。300多人自銅鑼灣維園出發，遊行到蘭桂坊，一邊行一邊畫5段訴求。因過真濟防暴警察，昨下晝就開始伫咧等待，也個警告民眾，依法有權利要求民眾將水煙提掉，將彩妝切掉。也甲蘭桂坊的附近攏封起來，袂互人入去。警民互相對峙，到暗時9點半，雙方發生衝突，警察用催淚彈趕民眾，也逮捕幾多個人。香港高等法院也伫昨晚發布禁制令，禁止民眾伫咧網絡發表鼓勵或者是煽動暴力，包括有名的聯登討論區，一個通訊軟體 Telegram 攏伫咧管制範圍。禁制令的有效期到11月15，泛民主派人士批評根本就是極權的做法。另外，中共第19屆四中全會昨結束，會議公布除了強調黨的領導是一切，也要求對港澳政府建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機制。外界解讀北京打算要重啟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程序，禁止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就是打壓香港的民主。對台灣的部分是重申堅定推動和平統一，反對台獨。記者綜合報導。來看美國聯邦眾議院今仔以232對196票通過，要對總統川普彈劾，正式來啟動對川普的彈劾程序。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232, the nays are 196. The resolution is adopted without objection. The motion to reconsider is laid upon the table. 众议院是伫美国时间31将对川普对乌克兰总统施压，要求调查民主党拜登白眼镜的事件，通过要启动弹劾程序。因为共和党之前嘛批评讲民主党嘛将对这件争议展开秘密的调查，所以众议院的民主党员就发起投票，要让弹劾程序有正当性。众议院投票的结果出来了，美国总统川普嘛伫推特顶头批评，表示讲伊真不满。
再来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伫顶个月进行担任首相以来第9遍的内阁，所以部分的改组也毋过一直有风声讲头一遍做内阁官员一秀个何景克行因的亲人内底有人违反选举法，上任无到2个月的时节，在野党嘛批评内阁无适任，发起抵制的行动。继续过来关心韩国的电影来看南韩最近有一出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伊是一出讨论性别议题的电影，有讲出真侪女性的心声，票房是真好，也毋过嘛引起一寡保守人士的不满。咱个继续来看澳洲最近美国的加州阁有澳洲拢发生大火，美国加州北部的大火已经烧灭1礼拜，嘛是阁还未拍花。南加州嘛传出有3个所在嘛发生火灾另外澳洲有一个无尾型的繁殖区域嘛火烧有300多只无尾型娃娃互烧死。新南威尔斯省是澳洲人口上大的省份，过去这几个月已经发生几600件火灾，上新的火场的范围有2000公顷遐尼宽。雪梨北边250英里远的无尾熊繁殖区，就伫咧其中。火烧过了后的林地，会当看到无尾熊的尸体拢臭火焦去。动物救援人员估计，这间有几600只无尾熊活活互火烧死。消防警员30继续和大火车拼，各50个地点咧火烧山。Very scary. We've been clearing out as much as we can with leaf litter and stuff like that, but what else can you do? 一直到当地早起为止，好加再无伤亡的消息传出，但是大火所产生的危险浓雾对强风世界飘散。伫东部海岸有500多万人口的雪梨市，都规个拢大亡，危害民众健康。伫北半球的美国加州北部地区引发大停电的珍凯德野火，大火烧1礼拜，敢若45%被控制掉。瓦近洛杉矶界市中心的405户公路地区，200嘛火烧山，745英亩宽的野火，只敢若27%。互人拍花，30透早，西米谷、朱帕鲁谷又搁爆发名号做东火和沙伦野火这2场火烧山。更加害的是，伫咧真歹名声的圣塔安娜火烧风，每点钟超过119公里，伫咧已经达到风台勘站的强风之下，不离边的野火真紧就扩散到1491英亩的范围。前美国总统雷根的纪念图书馆和附近几大千户的徛家拢面临大火的威胁。It's crazy. I mean, the smoke and the wind. I've been here in LA for 45 years, and I've been through a lot of fires, and this was one of the scariest. 温都拉郡的饲马场30早起就出现马仔，互强风甲因行到伫咧落地震动海的景象。为着安全，饲马的人已经将100多只的马仔刷去奥海镇和圣塔芭芭拉等所在。为着防止新的火燃出来，太平洋瓦斯和电力公司切断20多万户的供电，有几600万人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参议院伫咧29通过台北法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嘛伫当地时间30通过众议院版本的台北法案，阁有众议员是呼吁美国政府爱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All those in favor say aye. Aye. All those opposed, no. In the opinion of the chair, the ayes have it.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30用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台北法案，还有众议员呼吁美国政府差不多爱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佮讲伫咧所罗门、吉里巴斯外交转向中国了后，台北法案会当阻挡其他的国家袂过来犯同款的错误。Why don't we just go ahead and recognize Taiwan? The Taiwanese people don't want to be part of the PRC. And who can blame them after we've seen China's blatant disregard for the rights of Hong Kong people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If you pick any mark of sovereignty, whether it's in economic, diplomatic, military, or governance domains, it's pretty clear that Taiwan has all of them. I think it's tim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zes Taiwan for the country it is. 因讲的台北法案全名是台湾友邦国际保护甲加强倡议法案，根据内容的国会意见，认为美国伫咧适当的状况，而且符合利益之下，针对使用严重甲重大行动对台湾造成伤害的国家，应该考虑降低甲这个的经济、外交等等的接触，而且嘛呼吁爱以订定自由贸易协定来做目标，甲台湾开始贸易协商。针对美国参议院一直通过台北法案了后，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嘛通过众议的版本。总统蔡英文表达也感谢。我要感谢美国国会跨党派的支持，这是对台湾长期以来坚守民主立场、
努力维持印太区域和平、稳定跟繁荣现状的一个肯定。蔡总统嘛强调讲，台湾是伫咧印太地区的战略前线，嘛是保护民主价值的第一道防线，所以会尽国际责任，未来起无空袂冲崩，保证台海稳定和平的状况。袂去有一寡代志来改变，若是参众两院通过台北法案了后，后手会来协商最后的版本。等国法案通过了后，才会送到白宫，由总统签署生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这两家拢会去桃园造势，昨伊是到朱湖敬拜，嘛去庙寺拜拜，去灌村参访哦。最近有媒体人讲哦，韩国瑜伫北农做总经理的时阵，常常啉酒啉到中昼，佮把讲破就干那要共赌。韩国瑜是讲，这种无影的代志，伊会准备提出告诉。当选的声音不断，现场机海飘扬。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31开始小连续2天去桃园进行倾听之旅，因为贯穿是咱赢重要的铁票区，韩国瑜下晡小连续访问2个贯穿，受到热烈的欢迎。韩国瑜伫随时批评民进党政府贪污腐败，和中间关系紧张，少年人和加薪苦调的。投下这一票，为中华民国的未来投下这一票。因为10月31日是郭总统蒋介石的名单，韩国瑜早起就去朱湖110表达敬意甲对书，阁有老英民激动到目屎。向蒋副总统钟正先生灵前行3鞠躬礼。今天为什么特地来这边？带我爸爸来，我爸爸97岁了，我们支持韩国瑜。韩国瑜希望去桃园拜票，会当带出桃园南军大团结，落实立委总包的气势。对太阳花运动台北市警察局国备案，韩国瑜嘛替警察感觉真委屈。如果这样的话，造成警察士气受到严重打击，未来在取缔执行公务的时候，心中有了阴影，这个不是台湾民众之福。因为蔡总统前2天才去桃园，韩国瑜这抓被看做是高调啊卡，即马甚至讲有名嘴影了，讲韩国瑜担任北农总经理的时阵，把讲破就敢那要堵人，嘛互韩国瑜严正反驳。为什么不来跟我查证？所以已经委请律师准备提告。那是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有风声讲要出任韩国瑜全国竞选总部主委，对这点韩国瑜跟他讲，等时机到啊，才对外宣布。嘛好进2个人11月初2有合体的公开活动，但是佫从炮口上村对手镇赢，倾听之路一路对南部起来，感觉民心思变。爱蔡总统剩的这200多工任期，好好做。记者综合报道。2019年世界惠安高峰会11月初4要伫台北举办，全球有37个国家会来参加，也毋过中国、香港佮澳门拢无派人来。交通部处长王国材是强调讲，惠安无关政治哦，中国无要来，会是因的损失。美国世界惠安基金会每年拢会举办世界惠安高峰会，今年是第72届，第1由台湾来办。活动会伫11月初4下礼拜日台北文化东方酒店举行。到目前为止，有37个国家、138个组织单位、350名国内外专业惠安人士参加。不过，依然遭到中国抵制。会前已经传出中港澳3地未派人参加。惠安呢不关政治啊，就是惠安是一个普世价值，或是相关的一些技术的分享，应该是全世界应该共同来参与的。其实早伫2007年，台湾也捌争取大会主办国资格，当时遭到中国施压，最后改由南韩举办。过了真侪年，台湾伫美国支持下，总算成功争取到主办权。这摆几个爱国国家，包括飞轮机制造大国美国、法国、巴西、加拿大等，拢会参加。世界惠安高峰会有3天，11场专题发表甲检讨，会讨论飞行安全文化、风险控管、飞行员训练、飞行风险标准等重要议题。那华航在这次它有一个这个议题 generation gap， 把这世代差异用在飞行员训练上面。那另外在常用部分的话，人工智慧运用到飞行资料分析上面的这个所谓的成果。台湾是亚太地区的重心推动惠安工作，是政府重要政策之一。因举办国际大型惠安活动，甲世界各国惠安专家交流，对提升台湾惠安意识有真大帮助。这摆虽然被中国抵制，不过依然有2名中国籍人士分别代表波音甲奇异航空伫中国分公司参加。另外有2名香港人是一般航空业者身份代表，故意淡化官方身份，低调参加。记者综合报道。
2014年立陶宛学运的国赔案，法院一审判决台北市警察局爱赔14个人，拢总111万。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表示讲，伊会上诉。台北市长郭文地昨下晡伫市议会嘛讲哦，伊警察局的态度绝对爱上诉，也毋过上好会使来想一个用政治来解决的办法。我们第一时间是说要上诉嘛，到现在为止是不是还是这个立场呢？还是这个立场。太阳花学运台北市警局和台北地院一审判赔14个人，总共111万。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讲要上诉，台北市长郭文铁安怎看？以警察局的态度，他一定要上诉。所以一定会上诉，因为他要保护同仁的。那你会阻止他上诉吗？但是我会想想看有没有一个什么政治解决的办法。是毋是支持台北市警局上诉？郭文铁无愿意回答。伊讲，这个案件毋是讲是也毋是，政治问题就要政治手段解决。因果若无上诉，除了赔钱，警察个人承受责任。你如果用警械条例处罚的话，它不是国赔金来支付，那会用警械条例里面去跟相关员警追究。只是那国赔一样，它也是要向个人去做追究。那只是两者在审认责任的认定上面，故意过失、重大过失的标准不一样。太阳花学运的原因是两化服务条例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也毋过发现一审的判决打击基层环境的事迹。郭文哲讲尊重司法，也毋过也爱各路基层。警察是奉令执行公务嘛，所以出问题也不能当是全部是基层员警在负责的，到底是谁下令的，这个还是要另外处理。郭文哲讲，代志发生到即马已经5年啊，法律停止行上班。迄当阵伫咧现场指挥台北市中正一分局长彭英玲，即马是中法官警察局局长。对于判决的结果，伊讲。诉讼赔偿的对象是机关，毋是伊个人，所以无方便表示意见。因果若会当互真相愈辩愈明，也是一件对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立陶宛的国赔案，有那亚立委是质疑讲判决恐惊会影响到警察的执法。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这是伫马政府时代发生的，嘛强调讲尊重司法判决，嘛尊重台北市警察局上诉的权利。会当讲是警界相关应有的国家警工奖31举行颁奖典礼，表扬50位员警。警政署长陈家钦致辞时，大力肯定基层同仁付出心血。不过，伫内政部伫安义第记者会时，互人问到伫太阳花期间，警方伫行政院公祭区里民众的代志，法院认定员警执法超过比例原则。台北市警察局爱赔偿111万这个案件，陈家钦无加讲啥。警政署署长在这里。他对于台北市警察局如果要上诉，他也会全力支持。这一点我向大家说明。所以法院的判决，我们在任何状况都是要尊重的。署长的部分，就是这样子。态度是一样。署长的就是我已经替他回了。内政部长徐国勇强调尊重司法判决，那样立委是质疑，这个事件会严重打击警方执法的士气。徐国勇是讲，这是伫马政府时代发生的，不过有学者认为，这个判决一定会带来寒蝉效应。员警未来伫咧第一线执行任务，特定控现场面临示威民众，可能会烦恼依法执行公权力煞接官司，转唔愿强力执法。民代或民众，甚至某些政治人物的影响，他们本来就已经不是那么样强硬执法了。机会攻击警察，或者说反而是将来该逮捕的没有逮捕到，或者是说他的执法效果会受到一些折扣，这都是有可能的啦。警界高层出面发声，敢会当带动士气？学者无乐观，认为帮助无大。提告国赔得到部分胜诉的律师团是表示，合议庭的判决并且指出国家就是加害人。目前手头阁有3件太阳花学运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件，希望负责审理的法官会当参考，做出适当的判决。对马英九、方养宁，然后还有王卓君以及江宜桦4个人的一个自诉案件。那另外还有针对黄生勇这个追加自诉的案件，那个判决甚至明确的指出，他已经达成了所谓不人道的待遇及处罚。太阳花学运爆发警民闹火冲突，到打5档过去啊，追究责任，不管是民事也是刑事案件，拢搁伫咧诉讼阶段，需要法庭做出最后的判决。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屏东县政府伫咧新村举办半岛歌谣节，希望使创造音乐屏东的新名声，互新村的民谣会使有新的发挥。屏东半岛歌谣节甲厝埕顶的艺术节开幕记者会，传来阵阵好听的音乐声，民谣团结赛吴丁莹。
原民音乐合作者杜志豪甲太舞歌谣队用乐器甲吉他合奏，佮有排湾族原住民唱歌谣，互听众听甲真享受。伫恒春举办的半岛歌谣节是对恒春民谣音乐节延续落来的国际艺术节。对10月2日开始，伫恒春镇西门广场甲高洞山连续举办6天。另外，11月初佮有厝埕顶的艺术节，除了有音乐表演，嘛有乐团比赛、摆摊等等的活动，互民众会当对着音乐的脚步来屏东佚佗，体验恒春半岛的艺术文化。我们常常都说斜坡上吹来的风很香，土地很黏，人很逗，所以我们想要把这样的一个环境氛围，就在那个地方营造出一个所谓的斜坡生活圈的一个氛围。屏东县多元的文化族群，创造出别位听袂到的特殊音乐，而且要透过传唱的力量，让世界听到流传100多年的原住民音乐甲恒春民谣。透过音乐的展演，集结了整个185县道我们所有排湾鲁凯所有的族人们，那更是把100年前的这个恒春民谣呢透过吟诵跟世界的民谣来接轨。原住民音乐甲恒春民谣因为罕伫听到，愈来愈少人知影，慢慢在消失。毋望透过举办大型的音乐活动，互大家知影屏东是音乐创作的故乡，打造音乐屏东的品牌。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南投一个公民社区，因为这槟榔树种袂少，都有老师来教社区的民众，甲树顶拿落来槟榔叶洗洗拍拍的，做出会使炸物件的盒仔环保又佮实用。桌仔顶用来底米的盒仔，会使看到手工熬过的粉叶，也佮有叶拍打了后膨起来的纹路。这是槟榔架做成的艺术品，水佮好用。槟榔籽干燥的还有湿的2种结合，把它敲碎，然后可以炼它的就是浓缩液可以染布。染好的布我们可以做成手帕。用自然的素材回收，搁再利用。南投一边公民社区，带居民去落伫咧涂骹的槟榔架，简单洗过、拍过，无加任何的化学剂或者是黏加，就会使用来做成盒仔，也有衬托等等。以后能够做成环保盘子、好环保杯之类的，上个课程都有做这种构想。逐片槟榔架的厚度，也有纤维，拢无啥相像。脱水了后所做出来的作品，毋那独一无二，放伫咧土里也会自然分解，是环保佮实用的天然材料。透过槟榔架的制作课，降低塑胶的使用量，也延续较早的人留落来的智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玻璃镇的鲤鱼潭风景区则举办家己做船的体验活动，旅客会使利用塑胶桶甲竹篙这的材料来制作出会使坐4个人的摆嘛会落水去比试，咱做伙来看卖。这款游客用塑胶水桶、竹篙、绳等等的材料，做会当铺伫水面的摆进行水上活动兼比赛。自己造一艘船呢，是用6根竹子、4个浮筒，然后共同呢用团队默契呢共同打造的一个智力造舟活动，是民众呢来参与这个自己做一艘船，然后来滑行我们在这个埔里鲤鱼潭，然后享受这个湖光山色。主办单位甲游客用简单的材料，伫风景真水的玻璃镇鲤鱼潭风景区，家己做4人座的摆参加游客分头合作。发挥团队的精神，佮会使亲近大自然，实在是一兼二顾。台湾很少有这种自制的一个水上的器材，然后学员自己做，然后自己尝试那所以年轻人呢多走向户外。而且这边的水上连戒护的人员都有，安全性也都很高，所以很欢迎年轻人来，大家来共襄盛举。还不错就是新的体验，就是从来没有造过船。虽然一开始参加游客嘛会烦恼，摆可能会沉落去，后来顺利过到潭的中央，才确定这是安全的水上活动。主办单位讲，希望透过互民众家己动手做船的体验。会使请愈侪人来参加，将做一项全面的运动。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新竹有一个51岁妇女人，自细汉因为处理真善者，初中就去工厂做女工，大汉结婚嘛无去拄到对的人，家己家囡仔请养到台大法律系毕业了，伊家己嘛转去学校读册，今年毕业嘛考到证照。真专心伫咧课堂帮另外一位同学化妆，技术一点仔都无输专业的老师。来自新竹光复高中51岁毕业生袁湘云，伫咧历经人生当中真侪困难了后，想起过去家己捌留下还未完成学业的遗憾，总算伫咧今年实现家己长久以来的梦想。我想要的东西没有，心中有一种空缺，没有弥补。我想说，读高中的话可以圆我小时候的梦想。回想过去，袁湘云目屎嘛是流落来，但是伊就是不爱向命运认输。上尾啊，毋若后生对台大法律系毕业找到头路，伊家己嘛顺利考到美容证照。都没有时间给我读书，连写字我都没有办法写字，功课几乎是被老师处罚在讲台那边这样写的。想要告诉学弟学妹，不要怕辛苦。年纪也比较大一点，所以他对班上的要求可能会跟我们一般小孩子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后来慢慢渐渐的进入状况之后，跟同学相处来都蛮 OK 的，蛮棒的。湘云毕业了后，嘛充分利用伫咧学校所学到的，家己开一间工作室。未来伊阁希望有一天会当做牧师，为大家散播欢乐，打拼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民众欠高速公路的过路费，平均一年拢会增加1亿4000万哦，目前已经8亿外咯。其中欠上介济前5名是运输业甲物流业者。高公局是表示，已经移送法务部，会依照定数来强制执行。车上国道E-Tag 就自动扣钱，若是内底钱无够，或者是无放钱伫内底，甲无装 E-Tag 拢会收到催缴通知单，啊，毋过也是有欠费状况。高公局统计，前5单欠税用户，拢是运输业者或者是物流公司的车。第一名欠364万元，目前是分期缴纳。第2名、第4名经过追讨已经纳完，其中第3名因为追讨还未纳钱，已经由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对扣吊扣车辆准备拍卖。执行分署这边专案做这个追查跟查扣车辆的一个动作，我想，在前几个月当中有欠费的大户，我们也跟执行署合作，现场来查扣车辆，来做拍卖、做强制执行的一个案件。除了营业用车，一般用路人也有欠费状况。以106年初到今年9月份，拢总有326万外件欠费状况。法务部行政执行署表示，经过追讨，换一般用路人真侪是袂记去纳钱，或者是袂记收批，纳钱地点无方便，毋是超过伊无爱纳。在1月份开始，开放伫4大超商甲美联社，拢会当纳2万块以下欠费。我可能是在恒春，屏东恒春，好，那他恒春要跑到屏东市200公里，非常的远，非常不方便。但是他可能在垦丁大街的 7-Eleven， 我就可以缴纳了。法务部提醒，用路人行国道，若是欠超过300块，就用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若收到行政执行分署及团缴通知书，要特别注意，应该到案期限。若是还未纳钱，薪资所得或者是财产都可用查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一台轿车停伫咧南投一间连锁的超级市场，而且一停就是停9天哦。业者家己公告的停车费要纳28000块，也毋过后来双方出来赔回就准拄煞。律师嘛讲，业者家己定的停车费恐惊嘛是无合理。超市外口的银色轿车搭过6张的缴费通知单，要求车主若是无消费，每点钟就要纳200块的停车费。车主对2日早起7点开始停车，一直到31才开走去。以超市营业时间来算，逐工16点钟，总共停9天。超市要甲车主收28000块的停车费，很过分啊！占到人家的车道啦，而且商店这样子，他这样子停不应该吧？应该要收费吧？人咧做生意咯，你这人挺辛苦啦。超市业者表示，捌试讲要和车主联络，问附近的民众嘛无结果，佮再加上已经公告，民众若是无消费，停车费以1点钟200块来算，最后是车主甲业者会失的。业者表示，实际上并无甲收这条钱。
对店家影响是很大啦，因为车位如果照这样讲的话，车位都被人家停了，人家要买东西的来，没有车位的时候，人家可能就不会进来了。业者私底下表示，安尼做是希望民众莫长期占用，影响到消费者停车，并无强制着。律师是表示，虽然停车场属于业者私人的，业者主张比一般停车费捐出更大倍计少，必须要证明民事上有损害赔偿，并且以行刑原则来判断。从诚信原则里头来判断，他的公告显然来讲超过一般社会上众所认知的，除非他能证明有特殊损害，或者这个金额超过众所周知或公众的公认的金额，这部分的损害显然是没有请求权。律师表示，业者用这款的计少收费已经超过社会认知的收费标准，应该证明因为安尼权益受到损害。业者嘛袂当以强制锁车也是扣车的方式，若无会牵涉到强制罪。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市环保局伫9月份举办捡薰头换卫生纸的活动，煞引起争议。统计到10月16日，民众捡来薰头已经超过132万个，想袂到讲准备的卫生纸嘛无够换。店生活老街行行咧，大不时拢会当看到薰纸甚至阁有粪扫。台南生活精神国小的老师带学生囡仔组成水环境守护志工队，逐个月拢会伫生活老街做社区服务。囡仔人上大的问题是，是安怎大人拢爱黑白乱弹薰纸啦？希望大家做伙维护。吸烟或吃槟榔的话，自己带一个塑胶袋这样子装着，不要随手丢垃圾，减少一些抽烟还有嚼槟榔。如果你一定要抽烟嚼槟榔，你可以带个塑胶袋。环保署最近发起检督街仔路薰纸的计划，提供县政府一箱432包的卫生纸予民众换。台南市环保局嘛对9月2日开始举办捡50支薰纸会当换1包卫生纸的活动。才短几工仔，民众已经捡132万支卫生纸，共换9万包。活动只好提早结束。环保局讲，活动主要是希望公部门带头来做环境清洁的工作。乱堆烟蒂的话，会卡在一些细细缝，当然我们的队员要清扫，很不方便，那会影响市容。不慎的话，会引起火灾，有公共危险的问题会发生。捡薰纸送礼物的活动，新北甲台南先推测。台南市环保局讲，举办活动的意思真好，但是真歹认定薰纸的来源。活动结束了嘛，检讨认为条件太过零，会该对加强处理来做看卖。查到黑白乱弹薰纸就罚1200块，希望民众会当发挥公德心，为着环境做伙打拼。记者综合报道。社群平台推特宣布讲，要对11月2日开始，无搁要放政治相关的广告，希望会使来减少网络广告对选举的影响。社群平台推特30宣布，要禁止全球的政治广告，认为政治声量触及率应该靠家己赚，毋是开钱收买。执行长杜时伫推特表示，要推广政治讯息，应该透过民众家己决定对谁效好，或者是专推大文，用买广告的方式，民众的选择权利就会无去，互一般大众被迫接受高度包装甲特定的政治信息。伊认为人民的政治选择不应该向金钱妥协。另外，杜时也认为应该加强对政治广告规范。因为网络互使用者全新的力量，监管单位需要更较周全的想法，将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I've considered whether we should stop allowing them all together. But political ads can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voice, especially for local candidates and up-and-coming challengers and advocacy groups that the media might not otherwise cover, so that way they can get their voice into the debate. 并且执行长萨克伯格则发表演讲，保卫政治的广告政策，暗过并且将政治广告排除伫事实查核机制之外，讲是维护言论自由。批评是伫温存政治人物透过并且讲白贼，推特这摆政策甲并且无同，显示两大社群平台对言论自由完全无同款的看法。推特禁止政治广告的详细规范，会伫11月15公布，11月20日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韩最近有一出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是一出讨论性别议题的电影，有讲出真侪女性的心声，票房真好也毋过嘛引起一寡保守人士的不满。 가끔은 행복하기도 해요. 그래도 또 어떤 때는 어딘가 갇혀 있는 기분이 들어요.
82年出世金智英这部难堪的电影。女主角金智英伫咧结婚生囝了，头脑失调，伫咧厝内煮饭、带囡仔顾家。台湾有真侪女性也是安尼死，这也是难含30到40岁结婚了女性的日常生活。女主角有当时会变做另外一种身份，讲家己内心的话。 사부인, 저도 제 딸 보고 싶어요. 저 아직 뭐랄까노? 金智英伫咧生囝了，得到忧郁症，开始对家庭的女性生活顶的种种限制甲差别太高出现反常的举动。这部电影就此对荷官社会男尊女卑提出质疑，也再度带动两性剑会。其实3年前同名的小说推出时阵，南韩社会也共款讨论真多，小说到即马是卖了超过100万本。 去年女主角郑如碧接这部电影时阵，支持甲反对的粉丝伫咧伊 IG 内面对骂，也对伊恶意批评。不过伊甲合作的男主角孔老拢无退缩。 주변에 이제 제 친구들 이제 시집간 친구들, 애 키우는 친구들도 정말 많이 생각이 나면서 그런 아까도 얘기했지만 좀 미안한 마음이 들면서 예, 이 캐릭터를 잘 표현해내야 되겠다. 이게 내 일이구나라는 생각이 들었었어요. 배우가 좋은 책을 읽고 시나리오를 읽고 내가 하고 싶은 역할 혹은 내가 들어가고 싶은 얘기를 선택하는데 크게 방해가 될 문제는 아니었다고 저 개인적으로는 그렇게. 郑如碧甲孔老进前合作过黄平浩又搁袂了好的电影《熔炉》甲《失速列车》，这部伫咧探讨性别议题的电影，希望会让互更较侪人来思考两性平等这件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今仔继续受到东北风影响，气象局嘛针对宜兰县跟花莲县来发布大水洪特报，爱特别注意。今仔下晡雨才会慢慢停，来看各地天气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 华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2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